台北风台早已经登陆中国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跟西南气流影响，佮加上大流哦。台南的咸水、新营、麻豆等所在，昨暗大排的水是因过暴旱，到早起佮有真侪所在水佮还未退。民众骑车经过淹水的所在，都烈水拢泄出来。受到凯比风台上大雨影响，后镇大排水沟的水拢溢出来。台南咸水地区包括出名景点咸水美食城、外港武庙，25暗差不多全部拢浸伫水内底。下早啊，差不多4、5点，伊这个是泄堤，伊站袂遐做水，即摆伊遐退水啊，我这边咧做。即寡做生理要用的电器袂赴线，敢若会当放互浸水，民众是真无奈。过小也是差不多，毋过就有较悬小可啊免哪算？迄重物件咱也无拢搬啊。毋过上深的也毋是咸水中正路，我外港武庙遐嘛有几台车浸伫水内底，水应该要遐悬。迄边差不多淹偌深啊？这边吧，到腰哦。除了咸水以外，新营后镇地区嘛对25暗开始淹水淹未退，也若麻豆小比里将军地区的溪水涨悬，规片作物拢互淹去。内底大堆水啊，大堆水。雨偌大啊！雨在这个钟头啊，规整拢撞掉了。规村拢掉。虽讲风台已经离开啊，也毋过悠远的透风落雨，有后续的西南气流，民众无奈讲，淡水退了后，变出来的挑战才拄要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